喺珠海講緊咧，買一套呢啲咁嘅單位啊，一線冇遮擋嘅湖景，講緊咧，你首期啊都要成百幾萬，但係咧喺呢度咧總價百零萬咧，你就可以攞低呢套一線冇遮擋嘅湖景啦，而且咧係新規佈建嘅，產權面積咧係126個平方啊。坦洲第一個新規嘅住宅使用率咧係去到100%啊，客餐廳南北對流。嗱，接落嚟咧同大家詳細介紹下呢個戶型。門口呢間房咧係全部都贈送嘅，全屋咧係帶埋裝修俾你嘅。入住嘅話咧就買啲家私電器咧就 OK 嘅啦。跟住咧佢兩邊嘅露台打開咗咧，十分之通風。頭先我哋鏡頭入呢個長陽台咧都有將近成10米嘅個長度，闊度咧都有2米嘅。呢邊咧係一個北陽台啦，廚房呢啲硬裝咧全部做好晒噶啦。咁基本上咧呢度嘅配套咧亦都係十分之完善啦。樓下咧就有公交總站啦，可以翻到去珠海嘅吉大香洲同埋拱北關口嘅。有公交總站喺呢度，跟住咧佢翻到去香港咧亦都有專線嘅巴士啦。香港太子荃灣同埋尖沙咀都有路線嘅。呢個主人房咧仲帶一個獨立嘅衣帽間啊，浴缸咧都係一個交樓標準嚟嘅。呢個咧係坦洲第一個新規嘅住宅啊，100%嘅使用率啦，126個平方4房啦，你又唔需要做任何嘅改動噶啦，全屋咧係帶埋冷氣交樓嘅。嗱，講緊呢度嘅單位咧，如果你放喺珠海市區咧，首期都要100幾個，但係咧呢套咧總價咧都係圍到150萬左右嘅啫，首期咧圍到24-25萬啦，月供都係圍到5000蚊左右嘅，一線冇遮擋嘅湖景。翻到去拱北關口啦，講緊依家坦洲大道又開通咗啦，亦都係20零分鐘嘅時間嘅啫。OK， 我會一直發順盤，直至到屏幕前嘅你哋都擁有為止。Thank you。